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题。今日这部头起先来看美国总统 Trump 的对顶关税是甲这全世界舞甲乱糟糟，有真侪国家拢等要甲美国谈判。美国甲日本的代表16是大型会谈 ，Trump 亲身参加。去年这日本出口去美国的汽车，这比例是占真悬，所以讲美国就坚持讲25%汽车关税制度是无通讲的。为怎样这美国会大声甲日本谈判？有分析就认为讲，这日本是全世界投资美国上界侪国家，嘛持有上界侪美债，这也就正做日本谈判基址。双方是预计这月底的第2届谈判，并90天内达成协议。日本的首相是泡沫，今仔日嘛表示会亲身去美国见 Trump。到时阵这日本甲美国的协议，可能就会正做后壁国家谈判的支票。台积电今仔日举行今年头一季的发射会，合并营收达到8392亿，预计这第2季的营收嘛比市场预期的较悬。总裁魏德嘉是真有信心，讲目前也无看到客户因为这关税来改变态度。魏德嘉嘛强调讲，伊是无要甲其他公司配国，也是技术授权。等于也就是解释讲，这甲 Intel 合并的传闻是假的。We understand there are uncertainties and risk from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tariff policies. However, we have not seen any change in our customers' behavior so far. 开讲3分钟，总裁魏铁嘉爱大家有信心，未受到关税影响。17台积电发射会公布2025年第1季财报，合并营收8392亿5千万，年增率达到41.6%，税后纯益是3615亿6千万，每一股盈余是大票13.94块。魏铁嘉主动提起甲英特尔合并的市场团队。I would also like to mention that TSMC is not engaged in any discussion with other companies regarding any joint venture, technology licensing, or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sharing. 强调无甲其他公司合资，也是技术授权。另外，台积电嘛表示，第2季预期营收也会达到284亿至292亿美金，比市场预测较悬。不过，国际中间无确定的因素较多，外界关心台积电的下一步，也就是魏铁嘉搁增加的投资10亿美金。Reason we are expanding in Arizona, actually, let me say again, is all because of our customers' request. And that because of they have very high demands, very strong AI demand from U.S. customers such as Apple, NVIDIA, AMD, Qualcomm, and Broadcom. 目前预测，美国投资专案完成了后，30%的2奈米也甲以上的技术产能拢伫亚利桑那州。不过17台股大盘收盘落129点，台积电开价起落，将场落8块。专家们分析，客户需求国家美国政府相重的压力，未来表现无确定性大，市场观察的气氛正重。记者综合报道。北检查假人数，今日早起是去抄国民党台北市党部，约谈主委黄呂锦如。这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就开记者会，批评讲今仔日是台湾的民主上界黑暗的一天，甚至佫下动员令，了所有的党公职暗时6点去北检。这台北市长蒋万安表态会去声援。国民党台北市党部的铁门拖落来，全动封锁。北检侦办罢免不实人士涉嫌伪造文书，再继续发动敲诈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地区党部等6个所在，甲主委黄丽锦如和总干事姚富文等4个被告查走。国民党市党部证实黄丽锦如从抄去市调处的移送复讯。今天早上是1分多，对不对？在中道过后，调查局的检员是带穿黄色顶冠衫的市党部总干事姚富文，和扣押得用的纸箱仔包起来资料离开。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中昼嘛紧急召开记者会，大骂讲，今仔日是台湾民主上黑暗的一天，佮随下动员令，找所有的党公职今仔日暗时做伙伫北检见面。大约谈、大交保、大收押、大搜索，每一项大刀都砍向在野党，就是要毁掉。灭掉这些所有反对的声音，每一位民意代表，每一位党公职都站出来。今天晚上北检见。我们也是呼吁，就是说要严正的执法，去的人哈，
可能都是高层的党公职人员呐，也是按照我们集会游行法的规范。国检中心专栏拢搁伫咧积极调查，而且强调讲办这案绝对无意识的立场，请外界莫乌白去乱药。即马大罢免已经来到第2阶段的人士，积极帮助罢团的民进党立委辛碧荣所去收到恐吓批，内容叫伊退出政坛，搁呛声讲要告死伊的厝内人。这个恐吓信呢，里面有附这个我老婆的照片上面写一个死然后呢，信里面也指出呢，如果我不辞去立委的话呢，我的女儿就会变成下一个小灯泡。对这民进党表达上严重的谴责，任何不法的威胁的行为，伫台湾民主法治的社会拢袂当存在，嘛无应该发生。呼吁相关单位应该积极查办。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今仔日公告修正过的执行死刑的规则，明仔生效。这当中上大的差别就是过去死刑犯申请非常救济，只要交出文件了后，就要延后执行死刑。不过，即阵是改做讲申请了后要通过才袂执行。即阵这废死团体含一寡民间团体就批评讲人权当咧行退步。到伫今年1月，国内国执行死刑枪决犯下情杀案的黄仁凯，即马法务部又搁公告修正的执行死刑规则，新规定第18上路。新规条文对照目前执行死刑必须无再审非常上诉甲释刑停书伫进行，只要有替状申请，无论是毋是受理，拢袂使枪决。新规定煞变做非常救济，伫请求申请核准了后，才会当无执行，除非伫核准前有互人裁定，会当暂停执行。配合这个宪法诉讼法的修正，以及这个宪判8字的判决，我们做一个修正。在这种配合相关法规修正的情况之下，我们主管机关认为有必要的话，它是可以缩短它的预告期。这无所谓的加速不加速执行，但我们执行还是要符合宪判8的意志才能够执行。法务部表示，这项草案修正是要明确法律构成要件，甲条文的停书进行清楚定义。毋过，废死联盟等民间团体发联合声明，批评法务部互人权倒退，各质疑目前政府想要缩刑缩枪决。一个冤案的造成，我们就受不了。现在修正的规则，明天就生效吧。明天生效，总长只要直接把这36个的请求，直接就说我认为没有非常上诉的理由，他直接驳回。总长现在只要直接驳回，这36个人，他随便要杀哪一个都可以。新规定伫正式有效进前，若是有提非常救济，也是适用旧法。毋过，民团烦恼，若是即届的相关救济互人好管，死刑犯将来恐惊随时会互人执行。伫死刑释宪判决了后，目前36个死刑犯拢已经请求检察总长提起非常上诉，毋过结果也未公布，等由最高检伫审查。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军又有战机出问题，今日早起台中青泉港基地反向战机问题被训练，不过机械煞各样只好放弃起飞。加上平王马经基地 IDF 战机2件故障的事故，这8天内战机就出3解问题。中共国再升悬台海紧张情势，国防部17发布查到34台强机，其中有14台飞过海峡中线进入北部、中部，也有西南空域。国家共拦6只，国务船2只出海绕台。国军出动机舰、反地飞弹严密应处。国军3大战机之一，幻象2000有优秀的枪管能力，有空战的优势，捍卫北部空防。目前有6台幻象移驻台中青泉港基地，17传出1台幻象发生机械各样放弃起飞。台中基地已架幻象战机，本日上午执行例行训练起飞时，因机械因素放弃起飞，人机均安。后续将依既定检修并查明原因，以为飞机妥善。空军讲已经展开调查甲检修，确保幻象的妥善率。只是战机临时取消起飞真奇怪。专家分析，无歹度甲强军加强绕台，国军陷入消磨战有关。空军针对幻象是采取延长使用，毋是升级。即马任务正严，应该考虑减少飞行时速，并谨慎评估什么时阵态度幻象。延寿的话呢，基本上来讲，它有一定它的使用时间的啊。比如说，好，你今天延个5年，那不是说这5年之内都不会保证不会坏掉，不是哦，可能要规划这些飞行员转换训练啊，比如说以后等幻象2000都已经处理之后，这些飞行员他还可以做其他的飞行员的飞行嘛尤其是 F16。针对空军8天内出现3架战机事故，立委认为国军反制强机的威胁，战机出勤率悬，加速零附件的磨损，呼吁空军深入调查，确保战力未受影响。
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我有啥物重要消息，咱做回来看。头期先来看这考试院为着要维护民众考试的权利招人才，对今年开始海巡人员的特考都无新冠的限制。这海巡署是真赞成，认为讲这新冠不是执勤关键的因素。这新冠的限制取消了后，考海巡的人应该就变多。所以来看这中华关5月底是要推出动名卡，这厝内有3岁以下囡仔家庭，当年是会当领1万块的点数，用来买囡仔用品甲食食。预计是会有24000个囡仔领到。上尾来看家具品牌生活工厂，伫咧上车营的时阵，全台湾是有要挖100间分店，不过最近说是风声讲，这个分店陆续要收起来。不过，这生活工厂是八岁讲这是无影的，这个分店咧出清只是在办活动尔。业者嘛表示，确实会开始发展网络的通路，对时代的调整。所以来看国际消息，这以哈停火谈判破裂，将以色列的军队搁帮加沙南部上无造成35个人死亡。以色列的国防部长搁宣布讲，要伫咧加沙、黎巴嫩也搁叙利亚无限期驻军，而且嘛继续封锁加沙。同时讲，200外法国记者是聚集伫咧巴黎，摕过新的记者相片，抗议以哈战争在1年外以来，已经有200外记者因为采访来过身。200个伫加沙因公受害记者的名字，一个一个互念出来，为着抗议以色列封锁外国媒体进加沙，为着凸显在地记者拄到的危险，200外法国记者昨日伫巴黎巴士底公园头前，戴尼红的记者布条和白色架，有人倒喺涂骹假死，有人大声抗议。Ça suffit, on n'en peut plus. Il y a 250 journalistes palestiniens qui ont été tués à Gaza. C'est du jamais vu dans l'histoire récente. Jamais un tel nombre de journalistes a été tué sur un lieu de guerre. Enfin là, c'est plus qu'une guerre, c'est un massacre de masse, c'est un génocide. 同一天暗头啊，巴黎眼灰呢铁塔嘛，甘愿用英文、法文、西伯来文甲阿拉伯文所写的和平放送出来。现场几百民众各手提自由停火，佮停止针对阮这离开来表达因的诉求。不过和平并无来到。根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传出的消息，以军昨日针对加沙走廊南部的甘尤尼斯难民的营场发动攻击，至少10个人死亡。南阿多个马里地夫总统府已经伫同一日宣布禁止摕以色列护照访客入境。黑烟蓬蓬因营长区的民防人员当无用咧救人，不过这毋是唯一受到攻击的所在。同一天，加沙南部上少也有30个人因为以军攻击来死亡，包括一个出名的巴勒斯坦女作家兼摄影记者。顶个月，以色列恢复军事行动以后，已经伫加沙走廊划出一大片所谓的缓冲区，致使250万巴勒斯坦人向南平也是向沿海迁徙。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为了加强压力，除了宣布继续禁止包括联合国在内的援助进入加沙，嘛表示讲伫加沙、黎巴嫩、叙利亚无限期驻军。根据美国 NPR 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甲路透社报道，目前为止，以军已经占领超过半个加沙走廊。公视新闻网络媒编译。Trump 政府要求哈佛大学取消校园的多元共用计划，叫予哈佛技术。这 Trump 政府就随取消人的补助，佮放掉要取消免税待遇，嘛唔予哈佛收外国的学生。不过，即阵全美国60间大学的校长是联合甲哈佛相挺，甚至普林斯顿也佮麻省理工这个名校联合甲 Trump 政府告。取消22亿美金联邦补助款，6000万美金合约金，拢无法度予哈佛大学接受联邦教育部所提出的改革要求了后，川普15伫家己的社群媒体答文，表示若是哈佛继续推动政治意识形态煽动甲支持恐怖分子的一边，无定就应该取消哈佛的免税待遇，以政治实体来扣税。
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隔天宣布，若是哈佛无伫4月30进前交出外国学生签证持有者非法甲暴力活动的记录，安尼就会失去招收外国学生的资格，并取消2笔总额超过270万美金的拨款。哈佛是透过声明指出，会继续依法做代志，也毋望政府也会当安尼做。若是联邦政府要对哈佛这个大家庭的任何成员采取行动，希望是具有明确的证据，依照法律的程序，并尊重宪法和所有人的权利。All students here are incredibly proud right now that Harvard is standing up for academic integrity, that it's standing up for free speech. And we just hope that Harvard is gonna continue to stand up against any pressure fro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另外一方面，哈佛保护师生维护学术自由的努力，也得到全美国60间大学校长的联名支持。普林斯顿、麻省理工、伊利诺、康奈尔等真侪间名校，甲哈佛以联名诉讼的方式，向麻省联邦法院控告川普政府删减联邦经费的做法。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科学家最近伫咧海洋破绽时阵，是一个南大西洋的深海，发现一只巨型的鱿鱼囝，伊的学名是号做大王酸浆鱿鱼。这款深海鱿鱼成年了后，体型是当超过7公尺长，等于是2只麒麟鹿遐尼悬。伊的体重阁会当达到500公斤，是目前发现的无两骨的动物当中上介重的。伊的鱿鱼手顶悬阁有高矮的模样，是真特殊。风声讲，在中世纪挪威传说当中的海怪，就是这款大王酸浆鱿鱼。这是咱人类头一届翕到伊伫咧海中活动的模样，咱做伙来看。这种生物有透明圆球形的身体，佮有一对佮大佮金的目睭，远远看到佮准是海体，但伊其实是还未大汉的大型鱿鱼，学名叫做大王酸浆鱿鱼。科学家最近在做海洋普查，伫南大西洋南三明地岛附近600公尺深的海域探勘的时阵，意外发现这种生物。They were not specifically targeting the colossal squid. They were looking to see what deep sea animals were around. And as their ROV Sebastian descended through the water column, they glimpsed this small glass squid. 这只大只鱿鱼囡仔身长差不多30公分，大汉了后身体就会对透明变作红色。成年的大只鱿鱼对伊的尾到伊的手身长会当到7公尺，重500公斤。背鳍脚的翅膀顶悬有标志性的钩仔，这含伊淡薄仔性的冰川玻璃目差得无共。2014年，纽西兰的科学家捌伫个南极发现一只重350公斤的大型大王酸浆鱿鱼，敢若目睭的直径就35公分。迄当阵伊洪解冻做研究的时阵有公开过。And we'll lift it up and give you an idea of exactly how massive. 不过科学家过去是捌看过深海的大鱿鱼伫海内面活动的形，这摆是第一摆翕到活的大鱿鱼的影像，互因是真痛。I really love that we have seen a young colossal squid first. This animal is so beautiful. It helps us to shine a bit of a light on the animal without some of that monster frenzy hype that we may get when we eventually do see a large colossal squid. 听讲挪威传说内面海怪的原型，都是对巨型大王酸浆鱿鱼来的，这嘛互伊增加真侪神秘感。这种大型鱿鱼是安怎对真歹互发现的透明的形，大汉了后变作这么大只，搁要等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公司新闻张回斌编译。南北极数百公尺高的冰层下骹，敢有生物是使人真好奇。今年1月，科学家伫南极研究的时阵，是有一座大冰山放弃，因着趁机会赶紧入去这片新的海域探测，因是发现真丰富的生态。做伙来看。超过1公尺的海体，长手亲像菜大共款，也有真大的珊瑚、海绵，和大量的塔壳、大型海底猪、鱼虾等等直接生态。丰富生态系统点点伫南极冰山下骹1300公尺的深海，过几啊世纪了后，甲即卖才第一摆互大家看到。We're incredibly lucky that this just happened right now, because there's nothing like that is being done ever. 画册画面清楚看到，差不多1/4的台北市遐尼大的北树冰山，伫今年1月为南极的超出落雪，冰架放弃而且流走。伫附近柏林豪森海做研究的史密特海洋研究所探测船，马上开入冰山下骹新流出来海域，用遥控畅水器对遮进行8级的环境研究，结果也很真惊喜。
preliminary logging of different species show sea urchins, sea cucumbers, sponges, corals, brittle stars, different kinds of fish, octopus, squids. So very comparable to what we see actually in areas outside. These sponges have like an average growth rate of 0.2 millimeters per year. And we saw some of them are being 1 meter or 1.5 meter, even 2 meters high. If you can estimate that some of them have to be 8 or 10 or 12,000 years old, which is an amazing discovery. 深海生态系统主要是靠水面落对到海底营养物质转化，这当年互200公尺高的冰山砍掉了。科学家原本对下海生命无什么希望，探测了后所发现，这用要甲外部的海蟹同款是充满生机，可能是洋流带来食物维持生态机制，也可能是其他因素造成，也佫爱进一步研究证实。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秘鲁政府宣布讲，为着防止骑车抢劫，这首都甲部分地区的奥多拜是袂使载人。这民众就怨讲，安尼因要出门，也是要载囡仔，拢足无方便。秘鲁官方宣布讲，伫包括首都利马几个地区，限制奥多拜顶头敢会当坐人，这是为着控制愈来愈抢赢的都市犯罪，防止亲像飞车抢劫的伤人的犯罪。根据统计，秘鲁今年到3月中都有400外件凶杀案件，讲大概1个月前就伫个部分所在实施紧急状态，表示讲限制奥多拜顶头的人数，会当帮助军警维持秩序。不过民众讲安尼会真困扰，因讲家己的工课也是接送囡仔拢爱载人，这款的管制措施根本就是咧找麻烦。Me afecta más, ¿no? Porque yo movilizo más a mi familia, como se dice. Por otros motivos no creo, más por mi familia de repente, porque de repente me van a parar con mi hija y es menor de edad y van a estar incomodando documentos, cosas así, ¿no? 另外，印尼有一间公司专门把经典的威斯巴奥多拜改装做电动车，业者认为威斯巴的造型古典优雅，希望这种设计会当永远保存落来。Vespa itu punya desain yang cukup unik ya, dan saya ngelihatnya juga punya nilai historical, ada nostalgianya. Jadi banyak hal yang sebenarnya bukan cuma berkendaranya ya, tapi secara fashionnya juga. 头家讲，另外一个改装旧车的理由，就是希望减少碳排甲空气污染。一年长期以来空气污染严重，原因就是旧国后会起机车伤侪，这款旧车佫特别伤油。即马甲因改做电动车，互老古董有新动力，嘛会当跟着时代的潮流。公视新闻由派准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话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